头个听到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，气象局暗算伫今仔日就解除风台所来的海上风台警报。也毋过目前伫太平洋的海面上有3个热带系统，包括风台所来，也个轻度的风台海葵，甲昨暗才形成轻度的风台风眼。这3个风台敢会产生高雨作用？气象局是表示要继续观察。苏拉风台目前的暴风圈已经完全脱离台湾南边的陆地。气象局伫昨晚暝11点半解除苏拉的陆上风台警报，不过伊暴风圈依然搭伫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甲台湾海峡。安顺路线一个向南一点应提早脱离暴风圈，相信今暗时解除海上风台警报，附近船只依然要注意。彰大东市区一阵阳港河滨海风强性大，除了受苏拉风台影响以外，轻度风台海葵也继续向西北方向刷叮当，有估伫9月初1、初2慢慢通过琉球南边的海峡。苏拉台风也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近海。台湾处在这2个台风中间，因此在1号、2号的时候，同时受到这2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，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，各地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。那它现在的大多路径可能是往这个琉球群岛方向走，不过它距离会不会靠台湾多近一点点，这个就是未来这3、4天，可能是周末的时候的这个事情。昨暗时8点，产生的轻度风台风眼有个未来向西北刷叮当，9月初3、初4到日本南边海面，短期之内对台湾无直接影响，海面上也出现3风台斗阵的情形。在整个季风低压带里面，像这些台风，它之间的一些交互影响，在预报路径上面是比较复杂，到时候可能会随时都有一些变化。气象局会持续密切观察这几个台风的交互作用的影响。受风台外围沉降气流的影响，昨中部以北高温急热，苗栗岛分出现40.5度，创下今年上悬的温度。新竹五味也有38.7度的高温，南投埔里也超过36度。气象局提醒雪区台湾周边环境场依然受低压带影响，天气无稳定，要继续注意风台上新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